好，咁就咦唔記得打 Excel 添，打翻 Excel 先。好，跟住下一件啦，下一件咧係一個18K 金懷古嚟㗎嘛，呢個的色啲咧好搶眼嘅，呢件嘢影相幾好睇嘅喎，呢件係啦，咁啊之前都影過相㗎嘛，放上網。咁啊第一就係因為佢顏色靚咧，其實咧綠色嘅翡翠咧襯黃金咧，其實都別有一番風味嘅，我覺得，因為綠色本身就係一個藍色同黃色去即係組合嘅一個顏色啦。咁佢配翻一啲18K 嘅一啲黃金色落去咧，其實佢會襯托喺成件一個感覺咧更加之靚嘅。我自己覺得係啦，將個色咧再即係襯得比較係金黃一啲啦，咁啊都非常之好睇。咁啊呢一件咧嗰個號碼 PESL3007，尺寸係17×3嘅，實價咧就係7500，係啦，實價就7500。咁打翻 Excel 先嚇。實價7500，係啦，咁啊中意話咧都係 keep 翻圖俾我哋啦，我哋幫你安排付款同寄貨，係啦，幫你安排付款同寄貨。OK，係啦，咁啊中意話咧切勿係啦，唔留手啦，咁啊即刻咧就嚟到去將呢一件咁靚嘅一個18K 金懷古嘅吊墜咧嚟到去擁有，係啦。咁推薦俾大家啦，如果大家即係婚禮場合，當然係可以佩戴啦，因為佢係一個黃金嘅一個雙盒嚟嘅。咁就平時即係出街啊，或者係其他宴會場合嚟到去佩戴咧，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OK 係啦，推薦俾大家。咁佢嘅尺寸咧就係17mm×3mm嘅，即係嗰片懷古係啦，17mm×3mm。OK 係啦。咁啊，中意話記得 cap 翻圖俾我哋，幫你安排付款同寄貨啦。OK。好，咁啊，繼續下一件。